各位弟兄姊妹午安，非常感恩咧，今日同大家繼續去睇腓立比書嘅。今日咧係呢個講道系列嘅第11篇。如果有需要重溫之前嘅講道咧，大家可以用右下角呢個 QR code 可以取得相關嘅連結。我哋咧係跟住呢個線形結構去睇腓立比書嘅。線形結構係為咗突出中間嘅部分，所以咧成本腓立比書最重要嘅就係中間嗰個嘅彌賽亞之詩，亦都係叫做基督之歌。剛才宣召嘅經文咧，我哋讀過一遍啦。而家咧，我哋已經嚟到第3章啦，亦即係 C Prime 呢一段，係保羅嘅見證。今日我哋會睇3章17至4章1節嘅，咁但係咧，所以我哋先簡單重溫一下之前我哋睇過第3章嘅內容。一開始，保羅話：你哋要靠主喜樂，靠主喜樂妥當，妥當係 safeguard 咁嘅意思，防備妄自行割。因為咧，保羅吩咐腓立比信徒，雖然佢哋會遭遇同保羅一樣嘅屬靈爭戰，但係保羅希望佢哋能夠好似自己一樣去靠主喜樂。靠主喜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保護，妥當係 safeguard 咁嘅意思啊。另外，保羅咧亦都吩咐腓立比信徒咧要防備割禮派嘅假教導。呢啲割禮派嘅人咧，佢主張一樣嘢，就係話人除咗要信耶穌之外，亦都必須要接受割禮先至可以得救。跟住接下來嘅3節去到6節，保羅好簡略咁樣去回應咗割禮派嘅主張。真割禮只誇基督，靠肉體誰及他？保羅話：我哋真受割禮嘅人係佢哋嗰啲藉着上帝嘅靈去敬拜，以基督耶穌為誇耀，唔依靠肉體嘅人。保羅話：如果別人可以以為自己可以依靠肉體，佢自己保羅更加可以。佢嘅血統啦，佢嘅背景啦，職業地位、道德操守等等，按猶太人嘅標準都係出類拔萃嘅。跟住保羅就話啦：我先前以為對我係有益嘅，我現在因基督嘅緣故當作係有損嘅。所以我哋簡稱就係前有益，今有損啦。跟住繼續話：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我已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所以棄萬事，贏基督。之前咧，我都請大家去記一記嘅就係乜嘢係贏得基督？點解用贏得基督？因為咧嗰個認識喺舊約嘅希伯來文咧係叫做 Yada。咁咧贏得基督咧，我哋咧就分咗有5個細點，就係贏得基督、認識基督、Yada基督啦。第一，第二就係經歷。第一係因信基督而得稱為義，第二咧係認識基督，Yada基督。第三係繼續去Yada認識經歷基督復活嘅大能。第四係與基督嘅受苦有份。最後就係同基督有同死嘅形質。我之前咧去請大家特別記住同形質呢個字嘅，我哋稍後會再講呢一個字。跟住去到12至14節。為咗要贏得基督，保羅佢話佢應主召竭力追，因為佢唔認為自己已經得着啦，已經完全啦，係竭力嘅追求。上次我哋都講解過，竭力追求呢個字叫 dioko，dioko 好似其實都有逼迫嘅意思，有正面意思、反面嘅意思。以前保羅佢去逼迫耶穌基督嘅教會，就係用 dioko 呢個字啦。而喺大馬士革嘅路上，主耶穌佢去親自追趕挽回掃羅。信咗主之後，保羅佢丟棄萬事，佢就竭力咁去 dioko 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係先贏得咗佢。保羅話佢只有一件事，就係忘記背後，向着標竿直跑。係咩嘅標竿呢？就係得上帝召佢嚟得嘅獎賞。上帝俾保羅嘅呼召係乜嘢啊？係宣揚主名，為主受苦，持守信仰。去到15、16節。保羅咧開始唔單單去講自己啦，因為咧之前14節同之前嘅內容差唔多，全部都係講佢自己。但係去到15節咧，佢話我們凡中間凡事成熟的人，總要存這樣的心。乜嘢係這樣的心啊？就好似保羅一樣，知道自己仲未完全而竭力追求嘅心態。喺原文當中，完全同埋成熟係同一個字嚟嘅，所以咧保羅呢度係講出一個悖論啊。一個 paradox 啊，
佢話凡係屬靈上面係成熟或者完全嘅人，佢必須要知道自己喺屬靈上面並不成熟，並不完全。而咁樣嘅人就係非完全但成熟。佢哋唔自滿，佢哋會竭力去追求贏得基督。第16節，我們達到什麼地步，就當照這個地步行。意思就係信徒你達到咩地步，就唔好再後退，繼續以呢個地步為底線，努力去前行。所以我哋簡稱係持所達照前行。好啦，回顧完畢，讓我哋開始進入今日嘅經文啦。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我哋要思考3個嘅問題。第一係 what 何事？保羅係想腓立比信徒效法佢啲乜嘢呢？第二係 who 17節究竟牽涉邊啲人呢？最後係 why 點解呢？點解保羅要我哋留意嗰啲效法榜樣嘅人呢？第一個問題 what？ 當保羅話你哋一同效法我嘅時間，究竟佢想腓立比信徒效法佢啲咩嘢呢？狹義嚟講，最直接咪就係我哋頭先重溫嘅內容啦。因為之前啱啱講完，然後保羅就話啦：你哋要效法我。效法保羅之前佢講嘅，甘願棄萬事贏基督，要回應主嘅呼召，竭力追求基督嘅心態同埋做法。但係可能你會問啦，喂，點解要限喺腓立比書第3章呢？我記得腓立比書第1章，譬如保羅佢都話，無論是生是死，總要讓基督喺佢身上照常顯大。呢啲都好值得效法嘅喎。究竟我哋應該用咩準則去決定保羅行為同埋想法當中有啲乜嘢係應該效法，有啲乜嘢唔應該效法呢？如果你熟悉保羅書信呢，你可能會諗起喺另外一封信當中呢，保羅亦都勸過人去效法佢嘅。喺哥林多前書11章1節，保羅話：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所以我哋發現咗個準則啦。保羅有邊啲榜樣似基督？保羅係點樣嘅跟隨基督？佢就勸信徒同樣嘅去跟隨佢。所以簡單嚟講，我哋最終效法嘅，我哋唔係效法保羅，我哋效法基督。但係你可能會話啦，都仲係好籠統喎，可唔可以再具體啲啊？保羅係要腓立比信徒效法基督啲乜嘢呢？可以嘅，不過呢，今次我哋嘅焦點唔係呢度，我哋會留翻下次嗰邊度呢，先至仔細去解釋同埋去思想。我哋先跳去第二個問題先，何人 who？ 究竟17節牽涉邊啲人呢？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睇到你們就係腓立比信徒啦，我就係保羅啦。剛才我哋加上哥林多前書11章，咁嗰條效法鏈咧就係咁嘅。腓立比信徒效法保羅，保羅效法基督。跟住我哋睇下17節後半嗰度話，和修本嘅翻譯係話，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似乎講緊呢，有啲人會效法腓立比信徒同埋保羅，就好似咁樣。保羅叫腓立比信徒，你留意睇下嗰啲效法我哋榜樣嘅人。點解要留意啊？咁我睇過有咁樣嘅解釋，網上有個傳道人佢咁樣解釋，佢話有2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要自我省察，睇下我哋留俾其他人嘅榜樣喺人哋嘅心目中，我哋究竟係點樣嘅？咁我哋可以自我檢討啊嘛。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去幫助嗰啲效法我哋榜樣嘅人啦，因為佢可能效法咗一啲唔應該效法嘅嘢，可能一啲小動作啊咁樣，嗰啲我哋就要適當嘅提醒佢啦。但係咧，我唔係好認同咁樣去解釋嘅。相對和修本咧，我認為呂振中譯本嘅翻譯咧係較為準確。呂振中譯本咁話：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你們怎樣有我們做榜樣，就該注意看那些照這樣行的人。所以如果圖像化嚟講咧，嗰個效法鏈係咁樣。你睇唔睇到分別呢？有2個分別，就係咧被效法嘅對象咧，唔單止係保羅。保羅呢度話：你們怎樣有我們做榜樣，即係有其他嘅人，可能包括提摩太啦，可能包括以巴弗提。總而言之，就係喺效法基督上面可以做有生命見證嘅人，可以做榜樣嘅人。而大家睇到啦，注意看嘅唔係嗰啲效法自己嘅人，注意看2類人。第一就係同保羅一樣可以作榜樣嘅人啦，另外嗰啲就係注意看喺我哋身邊一齊效法保羅嗰啲人。咁我哋嚟到第3個問題啦，點解？
點解要注意看頭先我講嗰啲人呢？如果你話注意看保羅同埋嗰啲作榜樣嘅人，好容易理解啊！我哋要學佢哋啊嘛，梗係注意看佢哋啦。但係我哋點解要注意看嗰啲同我哋一齊去效法保羅嘅人呢？第18節，保羅係咁解釋嘅：注意看那些照這樣行的人，因為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紅色呢個行同埋嗰個行事原文係同一個字嚟嘅。點解要注意看嗰啲同我哋一齊效法保羅嘅人啊？因為當中有好多人，雖然外表睇嚟喺度效法緊保羅、效法緊基督，實質上佢哋係十字架嘅仇敵。其實係好可悲嘅，因為保羅講嘅呢啲人呢，唔係講緊教會外邊未信主嘅人，佢係講緊教會裏邊，佢聲稱自己相信基督、跟隨基督、效法基督，但係實際上佢哋係基督十字架嘅仇敵。正如保羅喺提摩太後書都係咁樣提醒提摩太嘅，佢話有啲人有敬虔嘅外貌，卻背棄咗敬虔嘅實質，呢啲人你要避開。而喺腓立比書，保羅佢係多次嘅淚流滿面咁警告腓立比信徒，要注意睇呢啲虛有其表嘅假信徒，唔好俾佢哋引入歧途。咁我哋要問啦，究竟我哋要注意睇啲乜嘢呢？佢哋有咩特徵？保羅俾咗4個特徵我哋。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明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專以地上的事為念，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4個特徵，佢哋永恆嘅結局，佢哋以咩係為神，佢哋以咩為榮，同埋佢哋以咩為念。如果你哋從4到1倒翻轉嚟睇呢，我哋會睇到一個自然嘅進展啊，一個 natural progression， 即係話若果你以地上嘅事為念，你就慢慢自自然然，你最尾走去嘅結局就係滅亡。另外呢，我哋會諗起呢，其實喺保羅所寫嘅其他書信裏邊，佢對真基督徒嘅勸勉，亦都對應住呢度每一個特徵嘅。所以讓我哋仔細去睇十字架嘅仇敵最顯著嘅特徵係以地上嘅事為念。和修本嘅翻譯係專以地上的事為念。但係咧，我建議咧考慮將個專字咧查咗佢，因為咧原文當中咧其實冇呢個專字嘅，佢好容易讓我哋去誤會咗，就係話呢啲十架仇敵嘅心思，佢哋專注喺地上面嘅事為念啊嘛。咁所以只要我哋唔係100%咁樣去專注地上嘅事，只要我哋花啲時間、花少少心思去思考天上嘅事，咁就冇問題啦。唔係咁樣嘅。喺羅馬書，保羅係咁樣解釋。佢話因為隨從肉體的人，你哋聖經入邊咧係體貼肉體嘅事，係咪中文翻譯？但係其實咧同思念咧係同一個字嚟嘅。因為隨從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思念聖靈的事。思念肉體的就是死，思念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因為思念肉體就是與上帝為敵。所以你見到與上帝為敵，唔係我哋花幾多時間去思考地上嘅事嘅問題，唔係時間比例嘅問題，而係你係跟隨緊乜嘢嘅問題。而且你要留意呢度淨係二擇其一，我哋唔係隨從聖靈，就係隨從肉體嘅。同樣地，我哋如果唔係天上國民，就係十架仇敵。所以保羅係多次咁淚流滿面咁去警告腓立比嘅信徒。今日同樣嘅，佢透過聖經去警告我哋。如果我哋隨從肉體，將思念放喺地上嘅事，放喺肉體事情嘅上面，我哋就係走喺死亡嘅道路當中，我哋就係與上帝為敵。咁可能你問啦，咁乜嘢係地上嘅事，咩係肉體嘅事呢？我諗到一個好簡單嘅測試，就係咧，我哋可以諗下，我哋所掛住嗰一件事，係咪未信主嘅人都會經常去談論、經常去思想，並且係珍而重之嘅事？如果你嘅答案話係 yes 係嘅話咧，咁嗰個好可能就係地上嘅事啦。相對地，保羅咧就勸勉真基督徒要思念上面嘅事，唔好思念地上嘅事。喺哥羅西書3章2節，保羅亦都喺20節提醒我哋係天上嘅國民。如果你仲記得咧，之前我哋睇過腓立比書1章27節，保羅話：你哋腓立比信徒行事為人要與基督嘅福音相稱。我哋之前講過。行事為人呢個詞更準確嘅翻譯係活出公民嘅樣式。保羅提醒我哋係天上嘅國民，
所以我哋要思念上面嘅事，聖靈嘅事。保羅喺呢度所做嘅對比咧，令我諗起奧古斯丁佢有一個著作《上帝之城》當中所做嘅對比，好似相同咁樣。奧古斯丁咁話，佢話有兩座城由兩種愛去形成嘅。地上之城係對自己嘅愛，甚至去到藐視上帝嘅程度；天上之城係由對上帝嘅愛，甚至藐視自己嘅程度所形成。簡而言之，前者係以自己為榮，後者以主為榮。所以呢度講緊有兩類人，一類係十架仇敵，一類係天上國民。佢哋分別屬於兩座城，地上嘅城，天上嘅城。而原因就係佢哋擁有兩種唔同嘅愛，一種係愛自己藐視上帝嘅愛，另外一種係愛上帝藐視自己嘅愛。而奧古斯丁俾呢兩種人嘅總結就係，一種係以自己為榮，另外一種係以主為榮。所以不約而同帶到我哋第二個特徵啦。以咩為榮呢？十架仇敵係以自己嘅羞辱為光榮。咁係咩意思呢？咁係意味住有一啲嘅嘢，本應該會讓人去感到尷尬，本應該會讓人感到羞恥嘅。但係咧，好奇怪，佢哋竟然會以呢啲事情為榮喎。喺羅馬書1章，保羅向羅馬教會解釋，當人定義唔將上帝當上帝嘅時間，佢哋會點呢？佢哋會思想虛妄，心變昏暗。上帝會任憑佢哋隨從情慾、放縱情慾、心存扭曲，而佢哋會做各樣不義可恥嘅事，而且佢哋唔單止自己去做，仲贊同人哋去做一啲本應讓人感到羞恥嘅事，而家卻以多元啊、包容啊等等嘅口號，被扭曲成為引以為傲嘅事情。咁相對天上國民係以咩為榮呢？保羅將我哋指向基督。喺腓立比書3章3節，佢話：真受割禮的，就是我們這藉着上帝的靈敬拜，以基督耶穌為誇耀，不依靠肉體嘅人。就係基督徒唯一誇口誇耀嘅，只有基督，係嗰位曾被釘十字架為我哋受死復活嘅耶穌基督。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去到第三個特徵啦，以咩為神？十架仇敵嘅神明咧，係佢哋自己嘅肚腹。咩意思呢？意思就係佢哋崇拜敬奉嘅係自己嘅慾望，佢哋以自己身體嘅慾望成為佢哋嘅主宰。佢哋心裏面想要啲乜嘢，佢哋就會不顧一切、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點解啊？因為佢哋嘅慾望就係佢哋嘅神啊！簡單嚟講，佢哋係不能自控，佢哋只能夠追求佢哋嘅慾望被滿足。佢哋活着就係為咗滿足佢哋嘅慾望，所以佢哋咪要以地上嘅事為念咯。因為而且佢哋仲會以能夠滿足呢啲慾望為佢哋嘅光榮。相對地，天上國民係點呢？我哋嘅神明係天上降臨嘅救主耶穌基督，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從天上降臨要做啲乜嘢啊？如果你熟悉《使徒信經》，你可能記得當中有一句話我哋嘅主將來必從那裏喺父上帝嘅右邊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當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嘅時間，每一個人，包括活人同埋死人，都要嚟到基督嘅審判台前受審判。咁就帶我哋去到第四個特徵啦，就係永恆嘅結局。保羅話十架仇敵嘅結局係滅亡。如果你記得我頭先講過，保羅講嘅呢啲十架仇敵唔係教會以外嘅人，而係教會裏面聲稱自己相信基督、一同效法保羅嘅人。但係佢哋只有敬虔外貌，卻背棄敬虔嘅實質。而對於呢類人，耶穌喺馬太福音第7章已經預告咗佢哋嘅結局。在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而耶穌要向佢哋宣告：我從來唔認識你哋，你哋呢啲作惡嘅人，同我走開。乜嘢係滅亡啊？就係與上帝永遠嘅隔絕。我從來唔認識你哋，給我走開。相對咁，天上國民嘅結局係咩呢？
係咪滅亡嘅相反就係永生啊、永遠嘅存在呢？如果滅亡係同上帝永遠嘅隔絕，咁相反係咪就係同上帝永遠嘅同在呢？呢兩個答案都啱嘅，但係保羅俾我哋一個更奇妙、更加榮耀、更不可思議嘅答案。保羅話：他要按着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相似呢個字，呂振中譯本譯做同形質。我哋呢啲天上國民嘅結局，係當救主耶穌再嚟嘅時間咧，佢會帶我哋翻返去天國啦。唔單單係咁，我哋嘅身體會經歷改變。基督要用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嘅大能，改變我哋嘅身體，變成同佢自己榮耀嘅身體相似。咁我哋先思想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乜嘢係嗰個大能呢？第二就係乜嘢係基督榮耀嘅身體啊？試想像下，我哋係當時腓立比教會嘅信徒，我哋收到腓立比書呢封信，咁我哋唔會好似而家講道咁樣逐段去睇噶嘛，我哋成封信由一章一節連續咁去睇。所以咧，你一路由一章一節連續咁去睇，當你讀到使萬有歸服基督嘅大能嘅時間，你會諗起啲乜嘢呢？萬有都要歸服基督，記得啦，基督之歌。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萬有，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萬有都歸服基督，榮耀歸給父上帝。所以咧，使萬有歸服基督嘅大能咧，係天父上帝嘅大能，係天父上帝嘅工作。另外啦，呢度講到將耶穌基督升為至高，雖然呢度咧冇直接用復活呢個字眼，但係呢個升為至高之前嗰節係咩啊？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咧，由呢度升為至高咧，係由十字架上死亡開始，一直提升到去萬有歸服嘅位置。我想講嘅咩啊？我想講嘅就係使萬有歸服嘅大能，亦都係使基督復活嘅大能。如果你講到基督復活嘅大能，可能你會記得頭先3章10節出現過嘅。保羅話佢要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並且使佢認識基督，認識佢復活嘅大能。不過其實咧喺原文咧呢兩個字咧係唔同嘅喎。3章21節嗰個咧大能咧，我哋之前講過 dunamis 係英文 dynamite 炸彈嘅字根啦。而3章10節嗰個咧基督復活嘅大能咧 ，sorry 調轉咗，3章10節嗰個咧係 dunamis，3章21節嗰個咧係 energeia， 即係英文 energy 嗰個動作嘅嗰個字嘅字根啊。咁我哋會話呢兩個字唔同喎，會唔會基督復活嘅大能同萬有歸服嘅大能其實係唔同嘅咧？係兩個嘅咧？答案喺邊度咧？答案喺保羅所寫嘅另一封信，以弗所書。他向我們所顯的能力 dunamis 係何等嘅浩大？呢個係照佢嘅大能大力去運行嘅運行 energeia。呢個大能曾經運行喺基督身上，使佢從死人中復活。又使佢喺天上坐喺自己右邊，坐喺上帝嘅右邊，權柄嘅位置，遠超越一切。上帝使萬有伏在佢嘅腳下。呢度好清楚 ，dunamis 即係 energeia， 復活嘅大能即係使萬有歸服嘅大能。咁呢個大能，主耶穌基督佢用呢個大能改變我哋身體，同佢榮耀嘅身體同形質。咁我哋問啦，乜嘢係基督榮耀嘅身體呢？究竟係點嘅呢？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我諗好多人咧都去思想呢個問題。基督復活後嘅身體係點嘅咧？其實聖經咧冇好專門咁描寫佢復活之後嘅身體係點嘅。不過咧喺福音書當中咧有一啲嘢我哋可以確定嘅。譬如話，我哋確定佢手上面有釘痕嘅，佢肋旁仍然有被矛扎透嘅傷痕。佢叫多馬可以去摸添。另外我哋知道咧佢係可以進食嘅，雖然我哋唔知道佢係咪需要進食。但係咧喺路加福音24章咧，耶穌特登喺門徒面前食咗一片烤魚。另外有啲好奇怪嘅地方，其實我哋唔係好肯定嘅。例如同樣喺路加福音24章，
記得大家耶穌你哋可能記得，耶穌向以馬忤斯路上兩個門徒顯現，喺晚上用餐嘅時間咧，突然喺佢哋眼前消失咗。然後當呢兩個人翻去耶路撒冷同其他使徒去講呢件事嘅時間咧，耶穌又突然喺佢哋當中出現喎。咁究竟佢係咪有瞬間移動嘅能力呢？咁我哋唔肯定。另外咧，耶穌向以馬忤斯路上嘅兩個門徒同埋咧喺約翰福音同抹大拉嘅瑪利亞顯現嘅時間咧，初時佢哋都唔認得佢，佢後來先認得佢嘅。有呢啲咁嘅情況，究竟會唔會係佢有改變形象嘅能力呢？咁我哋都有啲咁樣嘅意見，不過呢啲都係揣測嚟嘅啫。咁啊，雖然佢聖經冇好專門描述耶穌復活後嘅身體啦，但係保羅咧喺哥林多前書15章咧有講過信徒復活後嘅身體。當中咧，保羅係要回應哥林多教會信徒嘅一個問題。佢話佢哋問啦，死人點復活呢？佢哋帶住咩身體嚟呢？保羅就列出一啲對比。佢話而家我哋嘅身體係朽壞嘅、羞辱嘅、軟弱嘅、屬血氣嘅、必死嘅。但係復活後嘅身體係不朽壞、榮耀嘅、強壯嘅、有靈性嘅，同埋唔會死嘅。呢啲形容詞咧，雖然冇辦法讓我哋完全明白我哋復活後嘅身體係點樣，但係咧都足夠讓我哋知道咧，第時我哋復活後嘅身體同而家咧係完全唔同嘅，本質上係完全相反。咁我哋翻返去腓立比書啦。其實同哥林多前書唔同啊。保羅喺呢度咧，佢唔係想談論復活後嘅身體，佢係喺度對比緊十架仇敵同埋天上國民嘅永恆結局。十架仇敵嘅結局係滅亡，天上國民嘅結局就係主耶穌基督再嚟嘅時間，被佢復活大能改變。所以好有可能咧，其實身體咧唔係重點啊，重點咧係由卑賤變成榮耀，並且係與基督嘅榮耀同形質。同形質呢個字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字啊！喺成本聖經咧只係出現過3次嘅，一次喺羅馬書，另外2次咧都係喺腓立比書嘅3章，就係早前講過贏得基督，有同基督同死嘅形質啦，同埋3章21節呢度啦，同佢自己榮耀嘅身體同形質。同形質呢個字咧係一個組合字啊，2部分組成嘅。大家我哋可能記得之前 soon 我哋睇過啦，soon 係一齊咁嘅意思。後半部分形質呢個字咧叫莫非，莫非呢個字咧點解要譯作形質咧？其實因為呢個字咧喺中文咧冇一個詞語可以表達佢嘅意思。佢嘅意思係話一個內在嘅本質喺外在嘅表現，即係又係形象，不過係指緊你內在嘅本質。英文係 an outward expression of inner essence。咁莫非呢個字咧，莫非呢個字咧係更加特別嘅，因為咧如果你唔撇開馬可福音嘅長版本唔計咧，佢只係一個地方出現啫，出現2次，係基督之歌。佢本有上帝嘅形質，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質。所以咧，當保羅咧特意用同形質呢個組合字嘅時間咧，再加上我哋頭先講過啦，佢提到使萬有歸服基督嘅大能，佢似乎咧係想佢嘅讀者咧翻去諗翻起基督之歌。好，我哋嚟到今日講到最後嘅經文啦，最後一節。所以我所親愛的，我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和修本咧冇翻譯到咧，好一個好重要嘅連接詞啊，所以啊，如果有所以就有因為啦，係咪？所以你哋應當靠主站立得穩。咁因為啲咩呢？因為我哋係天上嘅國民，啱嘅。因為信徒要渴慕天上國民嘅結局，希望同基督嘅榮耀同形質，啱嘅。不過同樣重要嘅係因為信徒係蒙愛嘅子民。保羅喺呢度接連用咗2次親愛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呢個希臘文啊，阿加皮。呢個形容詞咧喺聖經當中咧，通常係用嚟描述上帝對佢子民嘅深切無條件嘅愛。就係上帝透過佢嘅愛子喺十字架上面所彰顯嘅愛。保羅喺度彷彿喺度提醒緊腓立比信徒，你哋係蒙上帝所愛嘅。你睇下十字架上嘅基督，帶佢哋翻去基督之歌。你哋係蒙上帝所愛嘅，所以你哋應當因着佢，並且靠着佢去站穩。好，我哋完成咗釋經啦。咁我哋去到應用嘅部分，我歸納咗3點嘅。第一點係十架仇敵望鄉神民，
第二點係同效基督，同心後主。第三點係復活大能，靠主站穩。不過今日咧，我哋只會集中思想第一點嘅啫。第二、第三點咧，我哋會留翻下次講到先再諗嘅。好，親愛嘅朋友，親愛嘅弟兄姊妹，我要問你一條非常非常重要、生死有關嘅問題。嗰個問題就係，究竟喺上帝嘅眼中，你係十架仇敵，定係望鄉神民呢？點解呢個問題係生死攸關啊？因為呢兩類人最終係走向兩個唔同嘅結局，兩個喺永恆當中嘅結局。在座當中，如果你係未信主嘅朋友，雖然咧頭先我講過十架仇敵，當保羅講嘅時間，佢哋係唔係指教會以外嘅人，但係佢所描述嘅十架仇敵四個特徵，同樣適用喺你嘅身上。聖經話俾我哋聽，呢個世界只有兩類人。若果你唔係望鄉神民，你就係十架仇敵。你喺永恆中嘅結局，若果唔係榮耀，就係滅亡。所以心願你能夠決定去悔改回轉，接受基督成為你嘅救主，同我哋一齊立志背起十字架去跟隨基督。至於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同樣要問：喺上帝眼中，你係十架仇敵，定係望鄉嘅神民？可能你會問啦，咁點分呢？呢兩類人究竟可以看得見嘅分別喺邊度呢？同埋喺之前我哋睇過啦，以什麼為念，以什麼為榮，以什麼為神。所以我哋要問自己，我哋以什麼為念，以什麼為榮，以什麼為神？或者我哋逐個問題去思考啦，因為呢個自然進程嚟噶嘛。我哋集中思想第一個問題先，以什麼為念？弟兄姊妹，你以什麼為念？你思考嘅係地上嘅事定係天上嘅事？你所愛慕嘅嘢，你發白日夢嘅時間，你夜晚發夢嘅時間，你渴想得到嘅嘢，係地上嘅定係天上嘅呢？你嘅懼怕，你係為着地上嘅事情，定係為着天上嘅事情去懼怕呢？咁可能你會問啦，咩係地上嘅事，乜嘢係天上嘅事呢？咁為咗幫助大家，其實亦都係幫助我自己去思想呢。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我將天上國民呢改咗做望鄉神民。保羅喺腓立比書講噶嘛，係話我哋係天上嘅國民，而我改為望鄉神民，係因為希伯來書。這些人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實他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在天上的家鄉。這些人係講緊亞伯、羅亞、亞伯拉罕等等，佢哋因為相信上帝應許必定成就，佢哋用行動去回應。譬如亞伯拉罕啦，譬如亞伯先啦，佢因着信將自己最好嘅獻上為祭。羅亞佢相信上帝講嗰個洪水必定會實現，所以佢放下一切，全力建造方舟。亞伯拉罕因着相信上帝應許，佢離開本族父家，要去上帝所指示嘅地方。所以雖然佢哋活喺地上面，但係佢哋認為自己喺地上面只係寄居嘅，係暫時嘅，所以佢哋輕看地上嘅事。佢哋所仰望、所渴望、所羨慕去到嘅係天上嘅家鄉。總結係咩啊？佢哋身體力行咁為着上帝應許嘅實現而去作好準備。所以乜嘢係以天上嘅事為念？以天上嘅事為念嘅人，佢哋會做啲乜嘢？佢哋會身體力行嘅，為着上帝應許實現作準備。咁你問啦，上帝應許指乜嘢啊？咪保羅所講嘅咯，主耶穌基督會從天上降臨。係彼得所講嘅，挪亞嘅世界如何被水淹沒，現在嘅天地都將要被烈火融化，我哋會有新天新地嘅應許。係約翰所寫嘅，將來有白色嘅大寶座，喺寶座面前有審判，名字寫喺羔羊生命冊上嘅人就會得以進入新耶路撒冷。呢啲嘅應許，究竟以天上嘅事為念嘅人會做啲咩呢？我再舉一個例子啊！嗱，假設有一部科幻電影，個情節係咁嘅，有一個科學家佢話地球要面臨末日啦，不過呢，而家未能確定幾時會發生，但係隨時會發生噶啦，而且一定會發生嘅。所以咧，佢預備咗一艘太空船去逃離地球，
佢更加邀請所有嘅人一齊去登上呢個太空船，要搬去另外一個新嘅星球。而佢自己留下咗一本逃生指南之後呢，就已經先去咗個新星球預備地方啦。佢就話佢會喺地球末日之前再翻嚟，帶領願意登上呢個太空船嘅人一齊去前往呢個新星球。好啦，假設你係呢套電影嘅主角，如果假設你非常確信呢個科學家所講嘅嘢係真實嘅，咁你會點做啊？你會唔會仲過住而家翻工、放工、翻學、放學嘅生活呢？當然唔會啦。理所當然嘅，你會做嘅係咩啊？你會想盡辦法去登上呢架太空船，你會費盡心思去勸你嘅家人、朋友、同事，甚至係你唔相識嘅陌生人一齊去登上呢個太空船。正所謂救得一個得一個，你會時刻不忘仔細咁去閱讀嗰本嘅逃生指南，為着你嘅逃生，為着新星球後嘅生活去作好準備。所以親愛嘅弟兄姊妹，你係咪以天上嘅事為念？你有冇身體力行咁為着上帝應許實現而作好準備呢？第二個問題，以什麼為榮？如果你真係以天上嘅事為念，咁自自然然咁，我哋就會單單以十字架為榮，自誇基督嘅十架。我要強調嘅係單單同埋自誇，因為當保羅話十架仇敵，佢以自己嘅羞辱為榮嘅時間，可能我哋會誤以為只係羅馬書1章所提及嘅隨從情慾啊、放縱情慾等等先係問題。但係保羅唔係咁諗嘅，佢俾咗我哋反面嘅例子，亦都俾咗我哋正面嘅例子。正面嘅例子喺3章3節，保羅話：真受割禮嘅，以基督耶穌為誇耀，不依靠肉體。咁究竟咩係叫以基督耶穌為誇耀，不依靠肉體呢？如果我問你一個人依靠肉體好唔好啊？咁大家都知道唔好啦。如果我問你啦，如果一個人佢有好好嘅家庭背景，佢有一份受人尊敬嘅職業，佢有工作嘅熱誠，佢有良好嘅道德操守，咁好唔好啊？咁未信主嘅人就話：梗係好啦，好人嚟噶嘛，係咪？甚至好多基督徒都話好，呢個係上帝嘅祝福同埋保守。但係當你去睇腓立比書3章，保羅所講嘅可以依靠肉體嘅例子入邊咧，正正就係講緊呢啲啦，好嘅家庭背景、受人尊敬嘅職業、工作嘅熱誠、良好嘅道德操守。保羅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以呢啲東西去為榮，如果我哋以為呢啲嘢可以喺永生上帝面前係有價值，我哋同樣嘅都係以羞辱為光榮。所以乜嘢係以基督耶穌為誇耀呢？就係自誇基督十架。自誇基督十架嘅人，佢會好似保羅一樣，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對自誇基督十架嘅人嚟講，十字架就係佢嘅一切。如果冇十字架，佢就一無所有。十字架係佢宇宙嘅中心。咁可能你會諗啦，點樣可以做到呢？我想同大家去分享 Martin Lloyd-Jones 一個已故嘅中馬田牧師一篇嘅講章當中嘅節錄。講章嘅題目係基督徒為何以十字架為榮？基督徒以十字架為榮係因為佢睇見十字架入邊所蘊含嘅一啲可貴嘅嘢。佢所睇見嘅使佢不得不以十字架為榮。佢睇見啲乜嘢呢？因為佢睇見咗呢個世界所能夠睇見最奇妙嘅景象，包括乜嘢啊？基督係不朽嘅、永生嘅，然而呢個不朽嘅卻死了。基督係一切嘅創造者，佢創造咗一切，又維持一切。但我哋睇到佢死喺十字架上面，就好似彼得喺《使徒行傳》所講，佢哋殺咗生命嘅創造者。第三，我哋睇見嗰位無罪嘅，佢從未犯過罪，卻代替嗰啲邪惡卑鄙嘅人而死。佢為悖逆嘅人死，為佢嘅仇敵去死。第四，我哋會睇見呢個大有能力嘅一位，佢能夠創造萬物、托住萬有，卻完全無助咁死喺十字架上面。佢能夠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自己卻倒下來。第五，我哋睇見呢位以天父嘅榮耀為念嘅人，佢放下自己嘅榮耀，取了奴僕嘅形象，全心信服，以至於死。呢個就係我哋所看見嘅。佢關切父嘅榮耀，佢信服去到一個地步，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我哋睇到嘅最後一點就係愛促使佢做成呢一切。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啊，甚願我哋都睇見呢啲可貴嘅景象，使到我哋不得不以十架為我哋單單嘅榮耀，只誇耶穌基督嘅十字架。好，我哋思想第三題問題：以咩為神？弟兄姊妹，我哋以咩為神呢？剛才我哋解釋咧，十架仇敵佢嘅神明係自己嘅肚腹慾望，佢哋不能自控咁，只係追求慾望未滿足。咁可能你會諗啦，我唔係呢啲人嚟嘅，我清心寡慾，隨遇而安，我冇好多嘅追求嘅啫。咁咧令我諗起呢個人啦，一個美國嘅演員，佢叫 Matthew LeBron， 佢曾經講過，佢話咧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is absolutely nothing。我最中意做嘅事情咧就係唔做任何嘅事情。咁係咪咁樣就 OK 咧嚇？又或者你會諗啦，我唔會咁樣嘅，咁樣咁懶散嘅。我哋要對社會有貢獻，我要努力嘅工作，我要樂意嘅濟貧，我要熱心公益，我要讓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嘅城市，讓香港人更加快樂。咁係咪咁樣就 OK 呢？係咪咁樣就唔係以自己肚腹為神，係全心等候再臨嘅救主呢？咁令我諗起咧，林牧師之前但以理書系列嘅揀嘅呢幅圖，左邊嘅心佢特登揀咗一個唔係黑色嘅，佢特登揀一個好靚好紅嘅心，心裏面所放嘅全部都係有道德嘅嘢，全部都係合法嘅嘢。然而嗰個心仍然必須要被排毒，透過十字架嘅福音去排毒。我哋要將世上短暫嘅事情從我哋嘅腦裏面攞出嚟，交俾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面，再將永恆嘅事情、上帝關心嘅事情注入我哋嘅腦裏面，要循環不息，不斷咁重複，以致我哋可以逐漸嘅康復，慢慢成為耶穌嘅樣式。耶穌諗乜嘢，我哋就跟住佢諗乜嘢，以基督的心為心，以天上嘅事情為念。呢個先至係望鄉神民等待救主再臨時所應該做嘅事。呢個先至叫做以耶穌為神。喺講道結束嘅時間，我想同大家分享 J.I. Packer 喺簡明神學裏面嘅一章，因為我覺得咧佢能夠解釋乜嘢係以耶穌為神。佢嘅題目係基督徒嘅本分。Packer 話基督徒嘅本分係咩呢？係為咗榮耀神，討佢嘅喜悅。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以榮耀神為佢嘅人生目的，運用神所賦予我哋嘅一切恩賜、天分同埋機會。係講緊每一個基督徒喎，唔係淨係講緊林牧師，講緊任何一個人。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人生目標，都係要榮耀上帝，要運用我哋嘅恩賜、天分同機會，使上帝得到尊榮同埋稱讚。每一個基督徒都係理當全時間投入嘅去討神嘅喜悅。喺凡事上討神嘅喜悅，應當係我哋嘅目標。我哋若果肯過呢種生活嘅方式，神必定要加力，佢亦都喜悅我哋咁樣去做。呢度話我哋若果肯過呢個咁樣嘅生活方式，呢個生活方式係同世界背道而馳嘅。喺世界嘅眼光嚟睇，可能我哋係受苦嘅，可能會覺得你好傻啊，喺度自討苦吃。但係 Packer 話，我哋若果肯過呢種生活嘅方式，上帝必要加力，而且佢係好喜悅我哋咁做。跟住佢繼續話啦，基督教嘅信仰係一則愛嘅故事，敬虔喺本質上面就係藉着討神嘅喜悅，向佢傾訴感激、愛慕之情。愛總係使我哋自問，為討主嘅喜悅，我哋仲能夠再多擺上些什麼？你知唔知我哋要問呢個問題 ？What more can I do？ 當你好愛一個人嘅時間，你會好想去諗，好想去問，我仲可以做多啲乜嘢去讓佢更加開心？但係當你唔係愛一個人嘅時間，你就會話咁煩㗎佢，多多要求。當你睇聖經，當上帝透過保羅同你講，你行事為人要與福音相稱嘅時間，你係覺得呢個上帝咁麻煩㗎，咁多要求，定係你會覺得 What more can I do？ 我仲可以為上帝做啲乜嘢呢？
關鍵係乜嘢？關鍵係基督教嘅信仰係一則愛嘅故事。關鍵係正如耶穌3次問彼得咁樣：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今日同樣，上帝係問你：某某某，你愛我嗎？所以最後讓我哋一同去讀呢節嘅經文，哥林多後書，我哋一同去讀。原來基督的愛催逼着我們，因為我們斷定一個人替眾人死了，眾人就都死了。他替眾人死了，為的是使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着，卻為那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讓我哋一齊祈禱。愛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原來要成為天上國民望鄉嘅臣民，最終係要我哋定睛咁仰望你愛子嘅十字架，幫助我哋，讓我哋唔係煩惱於我哋點樣去分辨乜嘢係地上嘅事，乜嘢係天上嘅事，唔係煩惱於乜嘢係以自己嘅羞辱為榮，乜嘢係自誇基督嘅十架，唔係煩惱於乜嘢係以自己嘅肚腹為神，乜嘢係等候再臨嘅救主。呢一切嘅思考同分析，最終係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對你嘅愛係點樣嘅？當然我哋仍然要讀你嘅聖經，要思考你嘅話語，不過唔係頭腦上嘅認知，而係通過我哋嘅腦袋進入我哋嘅內心。主耶穌幫助我哋深深知道你對我哋嘅大愛，嗰份一個人替眾人死嘅愛，嗰份催逼住我哋不斷向你去求問 What more can I do 嘅嗰份愛，幫助我哋成為你忠心嘅國民，使我哋嘅生命能夠見證你十字架嘅福音嘅價值。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